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今日有28420个本土病例，另外有一个20多岁女性做过3档 BNT 疫苗了后，也是当场死亡。台北市今日开始推动免落车快筛阳性的 PCR 服务，台中也有这户外快筛阳性的 PCR 采检站。疫情等咧严重，真侪餐厅拢无开放店内用餐，亲像台南的阿哈饭店就宣布讲，暂时无提供店内食道服务。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日增加28420个本土病例，另外也有5个人死亡。其中一位死者是一个20多岁当前的女性，伊捌做过3档 BNT 疫苗，对发病到死亡只有6天的时间。另外，为着要提升这医疗量能，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即马开始，这无症状加轻症的确诊者超过80岁才当住院，而且住院的时间是袂当超过5天。全台疫情一直拖，测试新增加28420例本土确诊，有5例死亡，包含台北5538例，台中1680例，高雄1021例，贵人1003例，这县市确诊超过1000例，新北市增加达到10151例。全台为着人数2年来总计超过20万人，对着5例死亡的个案，其中一例是进前公布20多岁当前的女性，40岁年龄前头一例死亡，捌做过3档的 BNT 疫苗，本身无慢性病史，4月2日发烧、落屎、就医采检确诊，2到3急诊，手术交互病房，虽然插管来急救，需用瑞德西韦这药物治疗，因为在5月7日出现心室震荡，不幸死亡。目前初步是先排除有合并细菌感染的一个状况，那目前的死因研判还是因为新冠肺炎合并有这个败血性休克以及多重器官衰竭的。即阵全台有52493人确诊，伫厝照护，什么时阵检查阳性就当作是确诊，但是中共爱等到疫情高峰降落去，即有520会达到高峰，这2天会先公布适用的对象，以伫厝隔离者风险较悬的对象优先。为了扩大医疗量能，指挥中心修订轻重症分流，中重症患者拢安排住院治疗，若无症状轻症的确诊患者需要80岁以上才收治病院，住院的天数袂超过5天。另外，70到79岁、65到69岁，而且家己一个人住，有薪35礼拜以内是住伫加强版的集中检疫所，也是防疫旅馆。另外，69岁以下，而且毋是65到69岁，家己一人住，适用伫厝照护。轻症则无症状者住院以5天，以不超过5天为原则。对新北市一天确诊数头一摆超过1万例，新北市长侯友宜讲，也毋是上悬点，确诊也有伫厝隔离、伫厝照护人数加起来有77841人，爱紧落实伫厝隔离转型，取消电子围篱，变成主动的自我居隔管理，所以居隔的对象是同住亲友。估计再过几天，你再好，3到4天，我们很有可能就会单台北市就会破万了。台北市长关文天因为随后确诊，改采时程主持记者会，分析台北市3天4天了后，一天的确诊的超过1万例，所以讲台北市呼吁快速检查阳性的才做 PCR。记者综合报道。即摆有2000档这囡仔专用的 BNT 疫苗，已经送到台湾。不过政府表示讲，这寡疫苗是要做实验使用的，一般民众是袂当来做。另外，这6岁到11岁囡仔开始做疫苗啊，对即摆开始政府也要追踪这18岁以下囡仔做过疫苗了后的情形。咱来讲到这莫德纳公司最近也公布，这囡仔6个月到6岁以下临床试验结果，发现讲做莫德纳疫苗了后发烧的比例是偏6岁到11岁囡仔佫较低。而且也无死亡个案。医生轻声细细，甲囡仔解说做疫苗了后可能有的情形，互囡仔放心。因应7日开始，6至11岁囡仔开始做疫苗。疾管家去年建立台湾 V-Watch COVID-19 疫苗注射健康汇报系统，为初3开始，将18岁以下儿童甲青少年纳入追踪监测对象。父母来代为填写孩童的一个接种健康的回报，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父母帮我们填写的这些孩童接种疫苗之后的一个不良反应的一个资料来做进行安全性的监测。
中央表示，无手机儿童甲青少年会当请父母协助，父母摕手机扫 QR code， 点选买回报对象的身份，再个点同意声明条款，就会当填写基本资料，也甲疫苗注射资讯。完成了后，系统会照注射日子定期提醒民众健康回报。另外，头一批2000份儿童专用的 BNT 疫苗，伫初时透早到台湾。2000剂不是拿来当做广泛施打用的，是来当做检测或相关的一些实验来做使用。那至于什么时候开始打 BNT， 那可能就要等到他这一批大概应该是77万的儿童疫苗进货的时间定了，我们会跟大家来做报告。什么时阵开放12岁以下的囡仔注 BNT？ 中央也无时间表。家长目前收到疫苗注射意愿书，敢若莫德纳的选项，服务少家长还搁伫看。啊，毋过莫德纳最近提出第2、第3期临床试验结果，针对差不多3500个6个月至6岁以下囡仔，疫苗剂量比6至11岁囡仔搁减一半，共款注2剂。我们发现说，这个2到5岁，大概可以减少1/3的这个有症状的 Omicron 感染，在6个月到2岁呢，降低了接近1半。为安全性评估来看，临床试验里发烧比例比6至11岁囡仔较低，无发生心肌炎、加心包炎这个副作用，也无死亡案例。所以莫德纳伫4月28已经向美国 FDA 申请6岁以下囡仔新冠疫苗紧急授权使用。若是家长要替囡仔选择倒一种疫苗，高雄市长陈其迈讲，一寡医学专家拢建议莫经疫苗，有就注，不过伊尊重家长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当咧推动这免路车就停靠做 PCR 采检的政策，今日开始施行。所以因为现场真侪人拢唔是这快筛阳性，甚至拢无带先来预约就走来，现场塞车是塞到真严重。市政府也呼吁民众有快筛阳性，而且是有预约才会当来。另外，台中也有6间病院设一个快筛阳性户外 PCR 采检区。车牌真长，才有顺势听候进入车内所做 PCR 检验，医护人员正细致替民众做检测。台北市树林北道科技园区即马开设车内所 PCR 检验，快筛阳性的民众会当开车、骑车还是行路来，除了做 PCR， 有镜头的我哪会当直接领药啊？我们就希望说有预约的我们先做，那没有预约的话，我们可能要另外让他再去做一些等候，先把有预约到的部分先消化掉。那还是呼吁市民朋友，大家一定快筛阳，带着你的检体再来这里，这样才不会造成医护人员更大的负担。为了避免造成医疗院所的负担，减少市内看病排队的风险，台中6间大型病院也宣布用快筛阳得来速服务，伫室外就会当快速完成挂号、看病、交钱也干领药啊。可能有发烧、身体酸痛、有止咳，可能甚至有点鼻塞，甚至有一些人有肠胃炎的症状。所以这个药物的种类主要也是针对你这些症状来提供。那抗病毒药物都比较特殊，原则上这个是要入院以后，经过医师的评估，需要使用才会提供。另外，为了避免无必要的接触风险，有一寡病院也增设快筛阳性实时门诊，鼓励民众先向医师线顶询问，照病情严重程度，采用分流处理。民众如果发现自己是快筛阳性的时候，是可以到本院的一个超链接，我们的网页上面去挂号。挂号很简单，反正你就挂进来，礼拜1到礼拜5上午、下午都可以。看诊的时候就是连上一个视讯网页后，我们就可以从一个影像上面看到彼此。最主要是要评估什么呢？他的症状是不是明显，严不严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做个分流。李伟强表示，实时门诊的好处是唔免让民众走去病院排队，若是症头严重的，经过医师事先评估，直接转去急诊就医，就会当甲无症头的也是轻症的做分流。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咱国内这确诊病例是大大增加，电子围篱监控也个发隔离通知书的工作，和政府单位是做甲做袂哩。目前也正在讨论讲，敢要甲这电子围篱的管理取消呢？另外，隔离通知书有真侪人拢是已经结束这隔离时间了，却拢无来收到。民众也表示讲，安尼影响到因上班，也个影响到因读册。通知书，你是居隔晚了，然后你居隔晚了，要拿通知书。你20岁以下，20岁以上。那你有收到讯息吗？他没有传给我。你没有收到讯息，好。卫生所人员伫门口口协助民众办理手续，这几天上接拄着情形，就是等无居家隔离通知书，也是解除隔离通知书的民众。因为电话卡未通，嘛唔知安怎处理才好，只好直接来卫生所问安怎办理。
因为无这物件，工作也是读册都会受影响。申请居隔单是基本上没有任何联系办法，因为电话打不通，然后你也收不到任何纸本。对，因为现在公司是没有结隔通知，他不让你进去，然后再来是你薪水也不知道怎么算。对，因为现在不知道是要请病假还是说另外之类的。类似相关的案例也阁真侪，好心是手头摕了4号号码牌，头前有将近一半的民众也阁伫等，服务人员建议伊先转厝等，较晚再来办理。因为中央的通报系统大塞车，一直拄着有印象这种情形，困扰的毋但是民众，卫生所人员阁较安怎拼嘛做袂完。阁再讲，这几工啊，较近家居家隔离的人数加真侪。其实每个人都是超时工作，但其实即便如此，我们在超时工作上没有抱怨，但比较抱怨就是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好用的系统，一些比较聪明的系统来取代我们需要大量人工处理、那效率不好的这个状况。除了卫生所人员一直加班，电子围篱也互警政甲民政人员无用甲变贵。中央家庭政府当地讨论，是不是互电子围篱退场？时间这么短，那然后成本这么高，然后有一些的困扰，因为量很大，那警政也会消耗很多的力量在上面。好，所以是考虑跟地方要来讨论这个事情。但市长坦白讲，居家隔离剩3天，民众摕到居家隔离单甲启动电子围篱的时间，有可能是3天后的代志。所以地方政府一直开各关电子围篱，时间短阁了成本，听候中央甲地方达成共识了后，就会退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这疫情也拖到校园入去，有的学校是复课了后，过无几工阁再停课啊。那这学生囡仔歹适应现场，老师也变甲乱糟糟。特别就是这居家隔离改做是3+4了后，互真侪老师真歹找到会当来代课的。加上这老师阁爱去分这快筛试剂甲关怀物资，根本就找无人来替换骹手。简单菜鸡啊，放手机啊，做线顶上课。滨江国小这班的英语课。教室内底学生甲请红一家的同学做伙上课，另外一节课的老师无做直播，是甲作业的影片放去Google Classroom， 就是尽量以学生的需求来做考量。那每一个班因为每一个孩子的需求不一样，所以出现就是各班级的实施模式或者是实施设备不一样是有的。无共科目的教学要安怎来进行？滨江国小交互老师甲家长讨论来决定。甚至即马全学校停课5天，拢采用线顶上课，相对是较单纯。不过，台北市有一个家长讲，学生囡仔其实是真惯习用线顶上课，不过疫情一直逼出来，真无简单恢复上课又搁停课，实在是风真忝腿。上1天之后，又被临时通知说班上又另外一个同学又确诊，所以呢又继续第2轮的居家隔离。这样我就希望赶快回学校上课，因为这样我们上班的超累的，都不知道到底要在家好还是在学校好这样。家长真无奈笑讲是已经麻痹啊。全高中护理署长，嘛是桃园南崁高中的老师张庆峰讲，这嘛等于是伫咧考验老师应变的能力。迄若3+4的居家隔离期间是搁较短，停课复课来来回回，支援教师是搁较歹找。我收到很多的教育组，他们在这一块其实是疲于奔命的。最重要的是根本也没有老师来上课啊，然后他们只能不断的安排，就是校内现在还能够正常出勤的老师，不断的就是去帮忙代课。但是这样子的代课品质其实就会变得很差，因为老师自己也很累。张庆峰以桃园做例，支援教师歹找，即嘛有的老师搁爱负责发快筛试剂甲关怀包，已经建议市府增加校园临时的卡手来到分担防疫的工作，若无教学品质百面会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传出一寡北部的大学，唔知要安怎处理一寡较近的学生。教育部昨也含大学有开会，决定讲，若准学校会当隔离的宿舍数量无够，指挥中心同意之下，会当申请甲学生送到集中检疫所。若准学校决定要停用宿舍，即健康的学生囡仔会当去住学校附近的旅馆，教育部会来补助这相关的费用。无较近的学生，甲较近，阁有隔离当中的学生大做伙。较近的学生互安置伫咧灶骹，快筛阳性的学生伫咧会议室困涂骹。这波本土疫情爆发了后，虽然所有大学去向亚讲隔离的方式有问题，因为现在真的整个规定也很乱，所以你说当然是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但好像其实也没有办法。较近甲隔离的学生增加，大学的空间有限。教育部初三，搁找大学的防疫长沟通，而且决定讲，原则上会协助个案返去厝。若是无法度返去的，会安置伫咧学校的隔离宿舍，也是校外旅馆。若是即寡所在量拢无够，会当甲地方申请集中检疫所。
若是真正拄到困难，教育部会当请指挥中心协调。地方政府这里，部长您跟指挥中心有没有沟通好？会不会又发生中央地方把这个确诊学生互踢皮球的状况？如果有确诊的学生呢，我们可以直接协调这个集中检疫所来暂时的做好比较适切的安置。那大学定用隔离加检疫的宿舍床位，达到全校宿舍床位的5%。教育部补助隔离1床1班，检疫1床5000。健康学生若是因为宿舍去互征用，会当刷去住学校附近旅馆。如果他们出去外面去处理他们自己住的问题，那是给这些学生的这个费用。他本来在学校有缴住宿费的费用，那到外面住一定不够。那我们希望我们跟学校就是要来协助。潘文中强调讲，返去厝的防疫客停车钱，健康的学生住伫咧校外旅馆的相关费用拢会补助。开偌济就会当报销偌济。另外，为着避免时间差，只要学生快筛阳性，学校就应该看做新的确诊个案，暂停现场的课程，开始做疫调，相关的机制嘛要随启动。记者综合报道。就算人生有搁较大的不如意，也袂当拍这样婴仔来出气。伫台南有一个老爸，甲一个拄满月婴仔拍甲规身躯是焦焦伤，厝内面的人甲这情形翕落来报警才处理。另外，伫台中也有一个灵宝虐待囡仔的情形，经过社会局的调查，认定是事实，也会甲这灵宝处罚。大腿有乌青甲磕到情形，生殖器后详细。台中一老爸摕着相片甲诊断证明书出面来指控，去年4月甲一岁大后生送到市长的公告囡仔人因兜互伊照顾，不过后生的身躯陆续出现详细，要求提出监视器画面。竟然讲家去告状，因甲相信这可能是经由官方居家托育服务中心所介绍合格公告囡仔人。他这个是皮下出血，然后有挫伤的状况，然后我们就整个就是很。觉得我们到底为什么把这个小朋友送去一个这么恶质的保姆，然后待了9个月这样子？公告囡仔这个人出面发冤枉，讲这查甫囡仔大腿的伤势是家己7岁时阵去磕到的，生殖器的伤势是不明原因造成的。有用兵甲改误会，并且向家长反映，讲无改虐待。问我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语气？”然后我也马上跟妈妈解释说，就是小朋友在玩摇摇马的时候，他把它翻倒，然后那个摇摇马压在自己身上，那所造成的。消防一边讲一块，囡仔家属已经向警方提出告诉，即阵由台中地检署侦办。台中市社会局经过调查，确定这市长公告囡仔人违反《离校款法》第49条，会依法来裁处。经过调查，这位保姆违反了《儿权法》49条，那后续会依法进行裁处。那针对保姆目前手上收托的3名幼儿，那我们也会协助转介。台南市有一个拄满月查甫婴仔，初日暗时伫警仔互老爸拍，家庭互这老母拢翕落来，赶紧传互外妈来报案。警方直接以现行犯甲这老爸抓起来，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伊讲无啊，就翁仔某冤家啊，安尼啦。我翁仔某冤家两摕囡仔出去啦，我当时把囡仔抱起来，然后我听回去，警察拢黑青。被告所犯的是伤害罪嫌哦，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反复实施伤害行为之余哦，向法院申请羁押。青沙台南第一裁定，甲这查甫婴仔老爸扣押，查甫婴仔送医治疗，即阵无性命危险。警方表示，已经申请核发紧急保护令。这查甫婴仔要2个2岁甲6岁姐姐，即阵是由阿公阿嬷甲外妈伫照顾。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就是母亲节咯，不过有真侪本地要庆祝的民众，即马是取消订桌，讲要包回去食就好。亲像台南的阿哈饭店，因就决定讲暂时无要互人客伫咧店内用餐。另外，今年1月高雄港发生群聚感染案，当地真侪业者呢是无开放店内用餐，一直到即马也有真侪人客也是包桌回去食，业者表示讲会随时看疫情来做调整。餐厅门口大无开放内用，工作人员把餐饮交予人客。本土疫情一直欠悬，台南出名餐厅阿饭店，家己决定暂停店内食。用餐都是聚餐的形式，那大家一定会把口罩拿起来，其实风险算蛮大。对，主要是担心这个，然后再还有同仁很多家里没有小孩或是老人，没有完全打到疫苗。那阿哈台南东区原有面馆，为4月底就禁止店内食，生理人2成。就是自我保护吧。谢谢这些店家他们有非常高的防疫意识，因为停止内用坦白讲对店家的收益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影响。
市长王伟提感谢店头有防疫观念，进前1月因为分店有确诊者来过，出名的素食业丹丹汉堡也捌宣布禁内用，2月底才搁开放。分店表示，目前总店无指示搁禁内用。现在已经没有内用的习惯了。民众采选后直接早走，高雄1月发生高雄港规定烧味，邀餐厅家己暂停店来食，因为疫情民众消费已经变做早走的较济，店来食较无三成，是毋是搁禁？业者表示爱搁看。大部分的消费者都是采用外带为居多这样子，然后加上说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同仁都已经完成100%的一个疫苗的接种。虽然无禁店来食，不过人客离开随喷酒精消毒，确保顾客甲员工的安全。高雄确诊数一直增加，是毋是采取禁餐厅内用这个严格做法？市长陈其迈表示，会根据整体疫情状况做评估。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快太徛嘛，这实行了后，真侪民众卖员工到单也是买无，甚至有人买着塔价伫咧网络顶头卖。警方表示讲，若准安尼死做，上悬会当罚到100万哦。法务部也讲，已经发公文给卫福部，叫因赶紧把这快太汽车或者是防疫补助，若准是民众囤货乱划价，拢会当来做处罚。另外，指挥官陈市长今仔日也讲，这第2回快太徛名册会伫咧15月15进前就要来启动。药房外口还未到开始卖快台汽车的时间，都已经排队排到落长。快台徛名册实施了后，真侪民众想要买快台汽车，不过动作若无够买了，就清在买无。没有了，对，还是有排队的现象了。每天大概比如说2点购买，大概12点多就有人在排了，但是大概半小时大概全部卖完。快台汽车真抢市，即马竟然有人开始想空想芳。有人面册社团公开伫网络顶咧卖快台汽车，未记知影政府有规定，煞乌白绑架偷偷咧卖，甚至有人还佫要求讲唔通家举报。不过伫网络顶违法卖快台汽车，民众敢有要买？我本身不会做这个事，我也不赞同这种做法。我觉得政府的实名制，大家如果有时间抽空来排就好了。我自己是也有买啊，因为还是就有时候就没货啊，一个差不多差250。快台汽车买卖出现乱象。家人有市议员接到消息，若像有人甲政府的快台汽车绑架摕去卖，佫共加趁一手，这款的行为若是真实的，是已经违法啦。如果有贩售的行为可能会罚3万块，到最高可能罚到100万哦。快台汽车的情形即嘛是乱糟糟，有检调发现讲，台中有乌心的业者制造无经过核准的快台汽车，互民众伫咧厝内插镜头的回来做检测，这个产品已经流入去市面的啊，而且卖互超过90间通路。嘛已经销出去超过23万支啊！目前有入倒转来有7万多支。也若高雄地检署是办到有人偷用药商的名义，非法生产快台汽车，甲检验的化学液体咧卖。涉犯刑法伪造文书、诈欺及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民众小侪咧买快台汽车，有立委表示，就算中央实施快台徛名制，快台汽车也是真好买。要求法务部来理清讲，敢是有人挑工绑架或者是囤货？法务部呢也有发函给那个卫福部了哈，是要把这个快筛剂呢列为防疫物资啊。那据我们了解呢，他们也在牵办中了哈。法务部表示，快台汽车本来来做是防疫物资，若是有人绑架或者是囤货，除了下用刑法的规范，嘛会当按特别条例来裁罚。面对民众怨叹讲一直买无快台汽车，指挥官陈市长嘛讲，按算第2轮的快台徛名册会伫咧5月15进前施行。记者综合报道。负责大台北地区这菜市果子泡卖场北农确诊的人数一直在增加，其中第1高菜批发市场到中昼为止，已经有216个人确诊了，而且对这初三开始要入去的人，都爱做快筛，而且是爱是阴性的。不过伫今仔日就抓到10个人阳性。另外，台北市的这家禽批发市场因为防疫关系，会增加4天休市，要来加强消毒。我们不进去。媒体去北农第1市场外口，因为无快筛阴性证明，所以无法度入去。是隔一定的距离来翕人员入去的情形。早早暗时第1市场实施快筛阴性才会当入去新的规定。甲批发市场挂货来卖的人，甲工作人员伫入口的所在，一个一个接受检查。将一天无领到快筛汽车，买当伫现场领完成检测。你刚刚有交快筛机就对了。有啊。我没你交啊。使用过的快筛汽车都要放入去回收箱内底。不过，嘛有人伫门口就互查起来，因为快筛验出来阳性。
袂当入去，只好是转去厝里。不过有甲批发市场挂回来卖的人私底下表示，无法度做工课，就无趁钱。恐惊嘛有袂少人会另外想办法入去。因若果菜市场内底的人来来去去，遇到的风险感一定都较悬。口罩什么啊？真大嘞，消毒安尼。雲林西里過去3天累積確診人數有127個，佔全縣上濟。官府推測可能甲西里國菜市場有關係。福鼎公所是真煩惱，講會影響市場交易。我覺得它有失公允啊，而且它也嚴重的傷害在我們市場裡面辛苦工作的農友、盤商，跟也會影響到全國其他的盤商，他們是不是願意進到我們市場來交易？西里鼎公所指出，市場每一天加強消毒。81個工作人員內底，有80個已經有注過3檔疫苗。希望官府比照台北市提供快篩試劑給市場的人員。果菜市場負責拍賣，若是向活動店會直接衝擊產地甲消費市場，無法度凊彩就全面休市。現在台北嘉慶批發市場是決定講，因應疫情愈來愈吃力，原本排定休市5天，今嘛佫增加4天，要來加強環境的消毒。記者綜合報道。人講戰火無前，有一名烏克蘭的護士去予羅西亞軍隊的地雷毀掉雙腳加4支手指頭啊！經過4個手術，才將伊的性命保掉咧。伊和伊的男朋友也佇咧證人的見證之下，佇病院內面結婚。另外，有一個烏克蘭的查某囡仔，伊自本出事了後，伊這心臟有問題，落尾是以色列的醫療團隊到協助，成功完成手術。穿着白色衫，新娘雙手抱着新郎，聽音樂在跳舞。和新郎抱調的是23歲烏克蘭護士奧克薩娜。之前在盧甘斯克避難的時陣，當發現有地雷的時陣，就和地雷炸斷雙腿。И только успела крикнуть «Зай, глянь!» И он смотрит, а я подлетаю. Я упала лицом в землю, у меня неимоверный гул стоял в голове. Потом я перевернулась сначала на себе рвать одежду, пытаться рвать одежду. Мне казалось, мне так будет легче дышать, мне не хватало воздуха. Муж сразу подбежал, начал оказывать мне первую помощь, вызвали скорую. Скорая сказала, что мы ее оттуда выносить не пойдем, будем ждать МЧС. 奧克薩娜的男朋友甲出來的人，經過甲伊送病院救治，經過4個手術，鋸掉伊的雙腳甲倒手的4個指頭啊，才甲命捡到轉來。奧克薩娜甲男朋友維克多交往6冬，無結婚，送2個囡仔。真驚，互2個囡仔看到伊的模樣，感覺真絕望，活袂落去。不過伊的男朋友煞都無去嫌伊。最後，佇伊恢復健康了後，2個人佇病院舉行婚禮，而且佇個親人的見證之下，幸福的跳舞。不過了後，2個人會去德國，互奧克薩娜接受治療，準備裝假腳。同款溫暖的故事嘛發生在以色列，當地白牆面頂咧看手機啊的5歲烏克蘭查某囡仔卡琳娜出事的時陣，心臟都有問題，原本定期佇病院接受治療，卻因為爆發戰爭，無法度繼續看病。查某囡仔的媽媽帶着伊到以色列亞戰病院求助，最後通過以色列非營利組織拯救兒童心臟的協助，在以色列一間醫療中心做手術。Now she feels okay, but if we leave this situation as it is, when she's going to be a 20, 30-year-old woman, she's going to have arrhythmia and lots of problem with the heart. So in order to prevent it, we need to close this defect. 这间医疗中心平均每一道会对相关的儿童心脏疾病做250多个手術。即马查某囡仔已經伫初二成功完成手術，如果未來就會當甲一般人同款正常生活。關心新聞台是唐平玉。根據美國嘅媒體報道講，這聯邦最高法院準備要廢除美國女性會當拍體判決。這個消息一出來，引起民眾抗議。至少有真濟支持女性會當甲囡仔摕掉支持者，攏上到街頭抗議。連總統拜登也表示，伊會挺女性嘅選擇權。近半世紀之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保障婦女對貸款的裁決，可能會予這屆最高法院推翻的消息，催生在全美各大城市引發大規模的街頭示威。華府、洛杉磯、紐約、西雅圖、紅紅城、波士頓、邁阿密這些城市，攏有關心邊緣議題民眾，真生氣對女權強行的行轉去舊路的發展，感覺是攏想無，哪會安尼做？華府最高法院門外抗場，甚至是初日暗時就開始組織示威的人，支持甲反對兩派人馬彼此互相來叫罵甲抗議。I am angry because of who will pay the price for this. Yes. It will not be wealthy women. Wealthy women can get on an airplane. They can fly to another
another state. They can fly to another country. They can get the protection they need. This will fall on the poorest women in our country. This will fall on the young women who have been abused, who are victims of incest. This will fall on those who have been raped. This will fall on mothers who are already struggling to work 3 jobs to be able to support the children they have. Look at all these libtard zombies, guys. Look at all these libtard zombies. We're out here. Christ is Lord, guys. Christ is Lord. Turn to Christ. 总统拜登星期三暗时伫安德鲁空军基地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支持女性的选择权，并且呼吁民众伫其中选举，选出支持罗斯韦德案的候选人来保障对台权立法来通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加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若是对台权做推翻，将是最高法院上歹、上具破坏性的决定之一。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利托对着呼吁对台权合法化的罗斯韦德案所写改写宪法意见书的草稿，近日互新闻媒体摕到并且公布，也大大来创伤最高法院的威信。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诺第2场甲指头指向激进的左派，讲这是因攻击最高法院一个上新的做法，并且要求司法部必须要彻查。首席大法官罗伯兹一方面证实意见书草稿的真实性，不过另外一方面也强调这不是最后的决定，并且下令最高法院执行官调查这个涉弊案。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台铁工会伫5月7日劳动节照法律规定休困唔上班的方式来抗议台铁公司化条例。工会搁再表示讲，出落来大年节啊，以及着这年底选举，拢要正常休困，无要配合加班。交通部长王国材强调会继续协商，也希望讲伫咧5月23条也协商进程会当有共识。台铁企业工会目前也已经同意了。2个势力对撞啊，您自己认为谁赢了？都输了，都输啊，对对，那谁输的比较多？民众输的最多。5月1号这一天，台铁人讲是无几台火车咧走，台铁公司法修法引起工会不满，今嘛化工啊，除了5日节中秋国庆，就差11月26号投票嘛无要加班。交通部长王国材讲啊，拜四台铁局长会先甲工会来讨论，了后伊嘛要亲身来对话。我们可以开一次把这个沟通会议开放所有的媒体来参加。看大家所表达的，或是大家所谈的，有没有正确？只要有例假这个见红的部分里面来讲的话，我们就是要来做休假的一个活动，这样。包括投票也是。对，因为部长刚刚讲，我们直球对决，我们就来直球对决。到底是你在说谎，还是我们说谎？台铁企业工会回应表示，愿意甲交通部公开的对话，直球对决。不过有在野党立委是质疑，也是执政党用国会实出优势来通过台铁公司法修法，根本唔免烦恼5月1号的状况再度来发生。但如果说要拼端午前，还是要用院会表决的方式强行通过的话，那这样根本就是激化。部长，谁要负起这个责任？我跟伟茂当然是我负起责任。明天早上，在这个整个工会包括分会理事长都会到台北来，我们局长会跟他做2个条例里面做一些讨论。几个立委嘛要求交通部唔通再再用累火车安内讲法。这是战舰，这是类战舰吗？交通部所做出的替代方案叫做客运接驳，我们不要用话术，拜托，不是话术，好，务实的告诉百姓。是那英文要怎么翻嘛？哈，你不用翻英文，台湾人民都看得懂国字。王国材表示，这届旅火车总共是派出255台巴士，差不多是开300万，乘客人数是超4000多人次。不过王国材是希望甲工会对话当顺利，唔当国安内状况再度来发生。记者张志宏、张良雄台北报道。无国界记者组织昨有公布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咱台湾去年是43名，今年是38名，是亚洲排第1的。亲像中国甲北韩，有关是吊车尾国家。总部设伫法国巴黎无国界记者组织，伫初三即天公布全球180个国家内底新闻自由因的排行榜。北欧国家挪威、丹麦、瑞典因是徛咧前3名，那台湾的排名嘛对去年第43名，爬上第38名，排伫咧南韩、日本的头前，成为亚洲的第1宝座。Taiwan is quite literally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e PRC's hybrid warfare, including disinformation,
including cyber attacks. And these are designed to basically distort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nd democratic processes. 美国政府关心中共用假新闻来操控台湾的媒体。国务卿布林肯伫即个新闻自由日来发表讲话，表示讲会加强台美合作，对抗中共的势力。也若伫今年新闻自由度落册上济是香港，对第80名落册到第148名。这嘛反映出北京当局利用立法来甲香港人的言论自由黑条条定死死。伊想讲要来安尼来断绝甲世界的联络。We've seen the closure of Apple Daily and other independent media that has left really a hole in terms of information provision in Hong Kong. 无国界记者组织警告讲，这几年来无经过规范的假消息甲政治宣传，伫个网络的平台顶悬一直咧吆喊，安尼嘛加速全球政治势力的分化，甚至嘛成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算讲伫个美国也是其他的西方国家，嘛会因为评论媒体追究福斯新闻模式来加深无共阵营的对猜。We saw an alarming number of countries, an unprecedented 28 now that are ranked very bad. 伫个报告内底有观察到28个国家的新闻自由度一直恶化。排名嘛一直排伫后壁，第175名是中国，也若排伫后壁的是缅甸。因为伫去年的军事政变，新闻自由倒退逾10年。目前至少还有60个记者伫个监狱内底，也若排名上大底伫顶在学的是北韩。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美国的 CDC 甲台湾的旅游风险对第1级的风险纠关到第2级中度风险，无建议民众来台湾旅游。这个等级是偏中国国家悬。美国媒体也表示讲，这对台湾来讲，唔是一个好消息。台湾最近确诊数一直增加。外电报道，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升级真侪国家的旅游风险，其中将台湾为第1级嘅风险调悬到第2级中度风险，等级比中国较悬，无建议去旅游。美国媒体 CNN 就指出，对台湾来讲唔是好消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标准。那如果说看我们最近疫情的这个发展，的确是有升高的这个趋势。但是美国 CDC 的发布的这个警示的话，并不是说禁止来台湾。最近台美合作密切，美国推出印太经济结构，传出最近特别公布，台湾是不是应加入也是未知数。进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讲到未排除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认为，台湾理论上会伫内底，这积极的争取当中。这个 IPEF 他们是对外开放的，那到底我们台湾能够参与哪一个层面，或者是说用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参与？我们还是我们自己感觉说都在争取当中啊。在争取当中，还是我们自己感觉说我们这亲像咧火车讲类火车我们是类邀请。另外，一向支持台湾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欧车沙提出一部促进台湾和平法案，要求美方优先处理对台军售案，唔通阁限制未予台湾武器爱做防卫性质。法案也呼吁美台建立共同训练计划，包含进行完整规模军演，增强台美友好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南海公路对5月初一开始是带条件通车，这几天超过1万台轿车、奥多麦上山，也造成环境影响，沿路有真侪粪扫。公路总局也好评将这路段算是玉山国家公园，乱拼粪扫是会罚钱。分布大伫道路周边，等了13天，总算等到南怀专线通车。有民众用空拍机记录着沿途的美景。3号是南怀通车了后第1个管制拥护的日子。公路总局第3拥护工程处驾驶公务单巡视着道路现况，发现沿途拢是保特瓶、早长的纸杯啊，阁有塑胶袋啊，等等民众黑白蛋的粪扫。今天的垃圾量就非常多了，像是这些保特瓶。还有口罩，还有这些塑胶类，都是这1-2天用人所丢的垃圾。当地一个有条件通车以来，已经累积有上万台的汽机车入去，所有人无公德心黑白蛋粪扫。驾驶公务团的团长陈振伟嘛提醒，当地属于玉山国家公园，黑白蛋粪扫有可能互人开发，嘛有游客出现着无应该的行为，造成社区的困扰。桃园区公所最近就发现车辆伤济，互当地不断出现着违规停车的乱象，嘛有骑重机的人黑白伫学校内底变扫。本地的那个进出啊，他们也被影响到了，大家挤在一起了，然后部落里面的这个人数它的比例就很高啊。
桃园区公所呼吁游客爱护环境，唔通甲快乐建立伫咧山区居民的痛苦观点，嘛唔通互经过13档较重新开通的南行，佮互人破坏。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台北捷运万大线 LG11站，因为伫咧2018年提出要调整路线，会比较较晚紧，这徛街也有土城国小，这附近的居民也烦恼讲生活品质会受到影响，因即马也要徛出来，决定要拍官司咯。守护建成公园。捷运万大线 LG11站议定地附近的居民甲社员团体测试到新北地检署，对新北市政府、台北市捷运局甲环保署提告，因反对万大线路线设计伫2018年改变，认为噪音等等会更加影响当地金城公园、土城国小甲人家厝。你要装隔音窗，你要多把隔音墙做得更厚更高，这个补救是没有效的。我们环状线其实已经有很多投诉的案件了。环状线跟我们现在万大线同样都是钢轨的系统，隔音墙没有办法有效的解决噪音的问题。捷运局一直说地下有板南线，所以不能做了。原始设计的时候，地下就有板南线就在下面，他们的设计书也都知道这个事情。捷运万大线原底提出的设计是要沿金城路行，不过2018年提出新的设计，要甲 LG11站刷入去金城公园，路线就较往主题区甲土城国小，甚至甲人客厝上近只有6公尺。居民烦恼生活品质会有影响，嘛质疑，但是过去的设计未做得，为啥会伫2019年通过核定？当时还没有做细部设计所以相关的非常明确的这些资讯，在当时并不是那么的清楚。整个规划有它的一个进程就是规划，然后设计、施工嘛所以在规划阶段，其实那时候连基本设计都还没有进行。台北市捷运局表示，是因为路尾经过评估，发现过去的方案影响会较大，才会做路线的调整。新北市捷运局甲环保署的方面表示，因为毋是主要设计的单位，还要为了解居民提告的内容，目前是无提出回应。记者郭文谢桂林新北台北报道。新竹科航园区的宝山乡第2期计划有甲这个开大证书地用适因小弟地用金的幕列伫咧征收范围内。后代子孙表示讲，因的祖先对新竹的开发有真大贡献，希望新竹县文化局会当甲墓园登录做历史建筑，保留一部分落来。一大群人来到郑用进墓地看早，得甲后代子孙详细向委员绍介墓地的历史以及过去祖先对台湾的贡献，希望会使将墓地一部分保存落来。郑家呢是等于整个主导整个新竹工业革命的一个先驱。那这个在这个对新竹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意义也有贡献的。那我们是希望政府能够重视新竹这块的历史，它的工商发展的历史，还有它的人文的历史，能够让我们在这里把我们的祖墓保留下来。他不管对科学园区的产业，我有参加过一次，包括商业等等，它是居功厥伟的。那你不留先人的古迹，那你要留下什么呢？第一个子孙讲，并无拒绝土地征收，也是要求更较悬的补偿费，只是单纯希望墓地部分会使登录成做新竹县的历史建筑，保存对地方有意义的人文资产。那刚才郑家也提了很多，他在一些历史脉络部分，我想委员都会听进去的。那后面我们会进入我们的那个审议的审查小会议来审查。那到时候还是会请那个郑家的那个后代来陈述意见。目前文化局暗算5月底依照文字法规定进行定书审核，讨论相关议题。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屏东有一个查甫人甲朋友做伙啉这鳖的火，讲什么对身体是真补，想要到食落了后歹腹肚，伊肝指数是冲到21倍，去治疗急性肝炎，住院10天才复原。中医师表示讲，虽然这鳖火是有清热化火效果，不过袂当无处理就来乱食。烧滚滚的药头啊，秘鲁上桌，若是来餐厅食秘鲁火锅，有人会特别要求要啉秘火。来只鳖台了，大家养啊2、3个当地啊，来只
该 OK 啊，佮透一下米酒啊。不过，屏东有一个36岁查甫人，2个月前甲朋友做伙啉啤酒，就食歹腹肚，一直落屎。伊家己买药啊食，拢无改善，才来到屏东基督教病院急诊。医生叫是急性肠癌炎，所发现病患的肝指数称悬21倍。抽血发现他一些发炎指数都非常高，那同时合并肝指数也很高，急性肝炎，那胰脏炎指数也有偏高，那他一些电解质也都完全不平衡。医师表示，这位病患无慢性病，无肝炎，可能是闭会内底有寄生虫，也是病菌，造成严重的感染，甲急性肝炎。伊住院10天才出院。一般我们憋血认为它是一个凉补，那它可以清热凉血，还有舒筋通络的功效。不过憋血在使用上，我们必须要做到无菌，还有去除它的寄生虫，这个在技术上是比较困难的。中医建议，亲像闭会拢爱煮过，也是杀菌，上好莫生食。若无身体无保着，煞破病住院，实在算袂好。记者陈嘉文、赖维做屏东报道。南投信义乡双龙国小合唱团有一阵真爱唱歌囡仔，不过因前10本底要到外县市比赛，却因为经费问题受到限制。有民间团体知影了后，提供赞助，希望会当互这囡仔，互因无烦无恼，再做家己有兴趣的代志。古锥的学生囡仔唱出响亮美妙的歌声。南投县信义乡的双龙国小合唱团虽然真有实力，不过因为学校的经费甲家长的预算有限，大家无通好大发展。本校的经费有限，那家长也无力来提供这个预算经费，所以我们透过一些同济会跟一些的善心人士来协助。同济会甲民间的善心人士知影因的困境了后，就来斗关注，希望互这寡囡仔会当无烦无恼，专心学习练唱歌。真的像天籁之音一样，对，非常的优美。然后希望说帮助一些偏远学生能够好好的学习，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我们能够有一点尽一点点绵薄之力，有这个机会呢，也能够伸出援手，能够给他们一点小小的鼓励。另外，同济会也表示会来关注双龙国小的卡球队，希望这寡原住民的囡仔拢会当欢喜投入学习，好好来发展因的才能。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师范大学最近有一寡学生囡仔加一个南管心金主剧团做伙搬高架戏，希望会当甲这款特殊的戏剧继续传承落去。舞台上当咧搬的这出高架戏《真香莲》是由南管新金主剧团甲师范大学民族音乐研究所的学生来合作。这个交加的形式呢，就是前场唱的部分呢，唱的是南管，可是呢后场这个伴奏还有这个音乐呈现的部分呢，是用北管。那它制造一种紧张的气氛，让人觉得有缓有快。规出戏用手南管七九戏的传统文戏为主，用下武戏甲北管，展现南北高架是高架戏的特色。这种戏的模式流行伫台湾光复进前，后来真侪团转做歌戏团，嘛互高架戏更较衰微。即马除了家己人咧学，嘛伫学者的协助之下，开始培养学生。阮拢用阮家己的家族啦，家族出来学较济。最近有招一寡学生啦，希望讲。社会这个人士哈，对咱这个传统文化哦的重视哈。一开始当然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南管怎么跟这个可以结合在一起？但是学了之后，久了之后，原来它是有它的逻辑在的。苏代表示，南管新金主剧团会使讲是台湾即马唯一通演出高架戏剧团，希望透过校园巡演，让这个无形的文化资产会当传落去。新金主剧团嘛讲，接落来会到台湾戏剧学院、成功大学等等的学校来演出。记者陈嘉文、李淑凯台北采访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1度到27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29度，
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7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4点咱再相会。